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6月初5到台湾要访问6天，昨是来拜会着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两个人伫咧新北市政府刚1点钟后，做伙到平溪食饭放天灯。今仔日早起，罗森伯格是甲副总统赖清德做伙来参观着台南奇美的博物馆。讲明仔载，嘛会甲郭文哲来见面。讲罗森伯格即届到台湾上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甲3个无共阵营的总统参选人来做交流。另外，这个国民党的部分，讲郭台铭这个拜六要到高雄的师范大学来演讲，是毋是会甲立法院的前院长王金平会面来讨论伊的下一步？外界拢真关心。孙亚市府女性局处首长侯友宜昨和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来见面，双方针对台美合作伫市府开讲点外钟。交流结束，佮到平溪食饭刷摊，放天灯的环节当然袂当少，用手比爱心伫天灯顶悬写台美交流友谊中存8大字。见完侯友宜、罗森伯格今仔日早起伫台南奇美会见副总统赖清德，而且传出会伫明仔载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来见面。侯友宜甲罗森伯格食饭的名单包括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詹明忠、南洋地区执行长郭志温，也有红点名会当动用的立委江启臣。伫咧4方会谈进前，邀请有可能的竞选团队成员。建立4方平台非常有必要。智库有相当强的、有相当优秀的人才库，我觉得必须要善用这个资源。确定总统提名以来，要安怎整合郭台铭，一直拢是南洋上大的问题。郭党的这礼拜六会前往高雄师范大学毕业典礼来演讲，敢会和拒绝担任侯友宜竞选总部主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来见面，备受关注。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讯息，我看到说他要去高雄去学校演讲，我看到是媒体的相关报道哈。郭台铭争取总统失败了后，和民众党的郭文哲是愈行愈远，南洋是要安怎挽回郭党的心，变成是2024选战的关键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